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再帶大家睇呢個維港商轉。維港商轉位於啟德嘅發展區，由中國海外發展。項目主要咧係提供開放式去到3房嘅間隔。好啦，咁講翻個單位先。今日咧我哋睇呢個單位咧，實用面積705尺，3房1套嘅設計。一入到單位咧就係飯廳啦。咁見到啦，呢度咧可以擺張6個人用嘅大餐台。嚟到客廳嘅位置啦，咁咧一邊擺咗梳化，一邊咧擺咗呢個電視機，亦都相當之寬敞。而呢個單位咧嘅賣點咧就係個景觀啦，咁咧就望晒啟德嘅體育園嘅。好啦，嚟到廚房啦，咁呢個單位咧就係用明火煮食嘅，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啦，成個單位每一隻窗咧都係可以望到海㗎。咁嚟到客房啦，咁客房咧採用咗落地嘅玻璃，增加成個單位嘅採光度。另外啦，每間房咧亦都可以擺到床同埋衣櫃噶。嚟到主人房啦，唔使講，都係望翻住成個啟德嘅體育園區。咁嚟到主人套房啦，亦都見到咧呢個套房咧係用咗明廁嘅設計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睇完咁多先。如果跟住落嚟想睇我拍咩片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